以德国为首的39国周二在联合国发出联合声明，敦促中国尊重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人权，也对香港的局势表示关心。领衔提出这项声明的德国驻联合国大使在声明中说：“我们呼吁中国尊重人权，特别是属于宗教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尤其是在东突厥散和西藏。”声明中强调对东突厥散的人权状况和香港最近的事态发展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中国允许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在内的独立观察员立即有意义、不受限制地进入东突厥散。在东突厥散对宗教和信仰自由、迁徒结社和言论自由以及维吾尔文化都有严格的限制。他说，大规模的监控继续不成比例地针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出现了越来越多强迫劳动和强制节育，包括绝育的报道。在德国代表团写的信中，美国、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海地、洪都拉斯、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列支敦图登、立陶宛、卢森堡、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摩纳哥、荷兰、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帕劳、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的代表签名。哈萨克斯坦维吾尔学校正在建造博物馆，以向年轻一代弘扬民族精神。众所周知，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族学校不仅特别重视对年轻一代的教育，而且还注重民族精神的教育。据悉，哈萨克斯坦宪法允许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该国所有人民以民族精神教育子女。为此，位于阿拉木图的阿卜杜拉·肉兹巴科耶夫第153中学在建校日举行了新博物馆开幕式。这所学校位于阿拉木图的维吾尔社区，因武汉病毒原因，包括知识分子、社区成员和学校工作人员在内的大约30人参加了仪式。10月1日，一群维吾尔人聚集在伊斯坦布尔贝亚兹特广场，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散的非法侵略活动。示威活动是在东突厥散非政府组织的呼吁下举行的，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维吾尔人说，这个日期是东突厥散占领日。一些参加示威活动的人士举着带有家人的照片的标语，上面写着“我的家人在哪里？拯救我的家人”和关闭集中营。包括儿童在内的该团体呼吁关闭东突厥散的集中营，那里有超过300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少数民族被拘留。维吾尔活动家阿卜杜萨拉姆·泰克拉玛干在代表东突厥散新一代运动发表讲话时，谈到了青年在东突厥散斗争中的作用，并说：“我们的斗争将继续下去，直到我们在东突厥散悬挂我们的蓝月星锦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东京时间10月6日凌晨抵达日本。他此行的重点是参加美国、日本、印度及欧洲外长的四方安全对话会议。四方安全对话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4国建立的一个非正式战略论坛。蓬佩奥在东京警告亚洲盟国，关切北京在这个地区的恶意活动，并针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等地的行动，呼吁盟国团结对抗中国的威胁。他警告，如今比以往更加重要，我们必须合力保护我们的人民和伙伴，免于中国共产党的威胁。他还强调，不仅这4个国家，而是东南亚的所有国家都必须共同努力，以对抗中国的威胁。他指指台湾，说这是自由与专制之间的斗争，而不仅仅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斗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获得授权，公布与通俄门有关的文件，包括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的手写笔记。
解密文件显示，布伦南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向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介绍了希拉里的计划，即用勾结俄罗斯来抹黑特朗普，以分散公众对他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的注意力。拉特克里夫于9月下旬解密了这些笔记，以及一份2016年中情局发给认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一份美国机构获得的俄罗斯情报评估报告。